黄龙山封矿之后，除了各家保存的泥料，要想见到黄龙山原矿并不容易。紫泥、红泥、团泥，这是底槽青，紫泥里的极品，绿豆斑点，烧成后呈紫色，烧制温度越高，紫色越深。随着温度高，它就越高越紫；温度低，它就红发黄。那么一个温度一个颜色。红泥矿呈红色，人们给它分了好多种：柿子红、大红袍、老红泥。红泥温度烧成最低，我们讲嫩泥，以嫩泥为主。嫩泥为主。团泥是五色共生矿，似五彩的锦缎。我们讲缎泥，还有团泥，这是每个人的称呼不同。缎泥是本山路的泥是代表。传说是史陶一僧，他手里拎着五色土。周高启《阳羡明湖系》记载，就是这僧人带领乡里找到五色土，从此有了紫砂。